呢個咧就係奶茶中嘅顏色啦，韓國女團風啊，好靚嘅無面藍灰色啊！呢隻我想講咧，呢隻銀灰色咧係非常非常之難染到出嚟嘅，係冇嗰啲阿摩尼亞嗰啲漂粉嗰啲味道噶，也是會洗頭就會染頭髮。那一樣就是我們擠出來之後，去洗去搓你的頭髮。哇，話咁快咧，15分鐘咧，你見到佢已經變咗色啦。咁而家就可以直接咧，就好似洗頭咁樣啦，過水啦。好開心今日請到珍姐過嚟我屋企，大家示範呢個 MOOI，因為大家咧都好中意 ICO 呢一個紫色啦，但係呢個咧其實係經過要漂先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喎，所以今次咧珍姐特登出咗呢一隻咧漂粉俾大家，咁大家可以安在家中都可以做到一個咁靚嘅髮型。是啊。對，像我們這次是無胺添加，一般漂頭髮你會味道很重，會刺鼻，會虛眼睛。那我們這個是沒有阿摩尼亞添加，所以你在漂頭髮的時候是不會有味道。那我們這次也把成分升級，我們用了 PDRN，然後還有用了牛奶外泌體跟靈芝外泌體，所以等於是非常對於頭髮就是非常的修護的一個成分，所以你不用擔心說漂完頭髮會非常的受損。哇，好方便啊！咁其實我哋而家就咁直接可以喺屋企就已經做到呢一樣嘢啦。咁我而家示範俾大家睇先。這個啊，就是1劑、2劑跟3劑，主要是1劑、2劑，我們是1:2的方式去調。那3劑也是一樣，就是這個是植物精粹，就是我們所有的植物精華，像是 PDRN 啊、牛奶外泌體、靈芝外泌體的成分都添加在裡面。同埋呢一 set 工具咧好方便嘅，咁你咧想漂邊度咧就用邊一度，係啦。咁同埋咧你可以咧用唔晒咧，你就可以咧閂翻個蓋 keep 翻佢，下一次用都得嘅。我們來做一個調和動作。然後我們裡面有附手套，就是戴上手套之後，那你就是一樣把它搓開來，對，就這樣子擠出來。然後我們用的是紫色的漂粉，一般的漂粉比較不一樣，對，然後它會比較好的一個去黃的一個效果，那就是1:2的方式，那就是把它混合，然後再加上這個精粹。哇，呢啲真係叫滴滴精華。然後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。哇，好方便喎！對，而且你可以聞，它是沒有那個刺鼻的味道。哇，係啊，冇喎。你一般的那個洗髮，好似嗰啲洗髮水嘅味道咯，係冇嗰啲阿摩尼亞嗰啲漂粉嗰啲味道噶。是的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進行我們的漂頭髮了。那我們這邊有帶了這個頭髮部分，它是原本已經就是有漂退過一次了，所以它原本是原生頭髮是這樣黑色的，對，然後又是用了一次之後有稍微退了。那我們一樣就是再來示範給大家看。咁平時就係乾頭髮上，對，乾頭髮的時候直接上，你就去梳上你的頭髮。咁佢就配備有把梳啦，咁你就可以咧自己喺屋企咧梳落去就已經得噶啦。要停留差不多15到30分鐘啦。如果說你的頭髮顏色本來就是已經是有漂過的，那就大概15分鐘。那如果說你是原生黑髮，或是頭髮比較粗硬的，髮質比較粗硬的，難過色，或是本來就不好漂的，那就是多停留在大概5到10分鐘。如果你頭髮比較黑嘅話咧，我建議大家係停30分鐘嘅。但係如果本身好似我咁已經漂染過，想再補翻啲顏色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停留15分鐘。本身係一個黑色嘅頭髮啦，我哋係用真人頭髮嚟做示範嘅。咁漂咗大概15分鐘啦，咁佢就已經變咗做一個金黃色噶啦。咁如果你想再淺色啲咧，其實你可以等多15分鐘嘅。哇！呢3隻顏色咧，而家我即刻想快速咧幫你哋試下，因為夏天咧，其實咧呢幾隻色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。奶茶色啦，顯得好白啦，而家同埋而家興啦，跟住仲有呢隻咧霧灰色啦，再加埋呢隻銀灰色極靚，就用3束頭髮去示範一下先。一樣要把插銷拔起來，這個一樣也是會洗頭就會染頭髮，那一樣就是我們擠出來之後，去洗去搓你的頭髮。哇，話咁快咧，15分鐘咧，你見到佢已經變咗色啦。咁而家就可以直接咧，就好似洗頭咁樣啦，過水啦。哇，好方便啊！即係識洗頭就可以染到頭髮。對，沒錯。哇，好靚啊！隻色。哇，這個韓國女團風啊！呢個咧就係奶茶中嘅顏色啦。用咗佢哋 MOOI 嘅漂粉，漂淺咗啲頭髮之後，就可以上到一個咁靚嘅韓國女團嘅顏色啦。跟住仲有呢一隻，呢個係星空藍灰色。嗱，你會見到咧。短嗰個咧同長嗰個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漂染出嚟嘅時間係啦，同埋控制嘅份量都會有影響到咧佢個出嚟嘅顏色，但係都係一樣好靚嘅無面藍灰色啊！呢
隻我想講咧，呢隻銀灰色咧係非常非常之難染到出嚟嘅。係而家咧 MOI 呢隻牌子咧，只要你加呢個漂膏，再加埋呢一隻銀灰色，哇靚到痹啊！呢三隻色咧記住咧，但係漂染過之後咧就可以出到呢一個效果噶啦。